第10章，時候逼近。耶穌被接升天後，嗰啲信佢嘅人受到咗殘酷嘅迫害。耶穌嘅門徒約翰因為傳耶穌係基督同宣揚神嘅福音，而被放逐到地中海中嘅撥摩海島上。喺嗰度，神藉住異象向佢啟示末後嘅日子裏地上要發生嘅事。呢啲話成咗嗰啲因信耶穌而遭受苦難同迫害之人嘅喜樂同安慰嘅源泉。呢啲話俾咗我哋應許，神必要獎賞遵行佢旨意嘅人，以及必將有一個新嘅天地嚟到，喺嗰度再亦冇苦難同憂傷。呢啲嚟自神嘅話被稱為約翰的啟示錄。啟示錄摘錄，以下係耶穌基督嘅啟示。呢個就係神賜俾耶穌，要耶穌將快要發生嘅事向佢嘅眾信徒顯示出嚟。因此耶穌就派遣天使向佢嘅門徒約翰顯明咗呢啲事。約翰將神嘅話同耶穌嘅啟示，亦就係佢所睇到嘅一切記錄落嚟。朗讀呢啲預言嘅人，聽從呢啲預言嘅人，而遵守書中記載嘅人，都係有福嘅，因為時限快到啦。耶穌基督愛我們，為我們犧牲流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將王國給予我們，立我們為神嘅僕人。願耶穌基督得一切榮耀權力，一直到永遠永遠。阿門。睇下，佢駕住彩雲降臨，每一個人都要看見佢，連嗰啲刺傷過佢嘅人亦要看見佢。地上萬民都要因佢嘅來臨嚎啕大哭，呢個係必定嘅。阿門。今在、昔在、將來、永在嘅全能者主神說：我就係開始，也是終結。我約翰就係你哋嘅弟兄，亦同你哋一同等待耶穌嘅國度降臨，一同分享耶穌嘅苦難同忍耐，為咗傳揚神嘅道同耶穌嘅真理，我被放逐到名叫拔摩嘅海島上。有一個星期天，聖靈指揮住我聽見喺我後邊有一個大聲音，好似吹號嘅響聲，話：將你所看見的寫下來。我立刻轉身，要睇下邊個同我講話。我就睇見7個金燈台，燈台中間有一位像人子嘅，企喺嗰度，身上着住垂到腳面嘅長衣，腰間束住金帶。佢嘅頭髮像雪白嘅羊毛，佢嘅眼睛像火焰，佢嘅腳好似爐裏閃爍中嘅青銅。佢嘅聲音仿佛萬水翻騰，佢右手攞住7顆星，從口中伸出嚟一把雙刃嘅利劍，佢嘅臉如同正午嘅烈日。我一睇見佢，就像死人一樣，撲倒在佢腳前。佢用右手按住我話：不要怕，我係一切嘅開始，亦係一切嘅終結。我係永生嘅，我亦曾經死過，現在活着，而且要永遠活着。我掌握住死亡同地獄嘅鎖匙。你要將所睇見嘅一切、現在嘅事、將來要發生嘅事，都記錄落嚟。聖靈所講嘅話，有耳朵嘅人都要聽。得勝嘅人，我要賜佢權利，可以吃天父樂園中生命樹上的果子。聖靈所說的話，有耳朵嘅人都應該聽。得勝嘅人絕唔會受到第2次死亡嘅迫害。得勝嘅人要身穿白衣，我絕唔會從生命冊上將佢嘅名字除掉。喺我天父同眾天使面前，我要公開承認佢
係屬於我嘅。嗰位真實可靠又忠實誠心嘅證人，亦就係宇宙萬物嘅主宰，話你自誇富足歡愉，毫無匱乏。然而你唔知道你係卑鄙嘅、悲慘嘅、貧窮嘅、盲目嘅，又赤身露體。對我所痛愛嘅，我都會責備管教。所以你哋要熱誠咁悔改。聽下，我站在門外敲門，如果有人聽見我嘅聲音而開門嘅，我必定進入佢嘅心靈裏，我要同佢喺一齊，佢亦要同我喺一齊坐席。得勝的人可以同我同坐寶座，正如我勝利後同我父親一同坐喺佢嘅寶座上一樣。聖靈所講嘅話，有耳朵嘅人都應該聽。後嚟看見天上有一扇門敞開着，好似係號角嘅聲音，又對我話：上嚟啊！我要將以後必定發生嘅事指俾你睇。立刻聖靈支配住我。呢個時候，我睇見天上安放住一座寶座，有一位坐喺寶座上，佢嘅面貌好似碧玉同紅寶石，有一條好似綠寶石嘅彩虹圍繞住寶座。寶座嘅周圍有24個座位，上面坐住24位長老，佢哋着住白衣，戴住金冠冕，有閃電、雷鳴、隆隆之聲從寶座中發出。24位長老就俯跪喺寶座前，同時摘下冠冕放喺寶座前，敬拜嗰位永恆嘅神，話：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理當接受榮耀、尊貴同權力。你創造咗萬物，憑你嘅旨意，萬物因此存在，萬物就被創造。我睇見大地劇烈咁震動，太陽變黑，好似粗糙嘅黑麻布，整個月亮變成咗血紅色，天上嘅星宿墜落喺地上，就好似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尚未成熟嘅果子一樣。天空亦消失啦，好似書卷被捲起嚟一般。地上嘅君王、統治者、軍官、富豪、有勢力嘅、被奴役嘅、自由嘅，都躲進山洞同岩穴裏。佢哋向山嶺同岩石呼喊：倒在我們身上吧，好躲避坐喺寶座上嘅嗰位，將我哋藏起嚟，唔好讓我哋面對羔羊嘅憤怒。震怒嘅大日子到啦，邊個可以企得住呢？後嚟我睇見一大群人，萬頭攢動，佢哋係嚟自各國、各種族、各語系。佢哋站在寶座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攞棕樹枝，高聲呼喊：救恩係從坐喺寶座上嘅神同羔羊嚟嘅。所有嘅天使都企喺寶座同眾長老嘅周圍，佢哋喺寶座前伏跪敬拜神，話：阿門，願讚美、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能、力量都歸於我哋嘅神，直到永遠。阿門。有一位長老問我：呢啲着白衣嘅人係邊個？佢哋從邊度嚟？我回答：你一定知道，我唔知道。佢對我話：呢啲人係經歷過大迫害，用羔羊嘅血將自己嘅衣服洗得乾淨潔白，因此佢哋可以喺神嘅寶座前日夜侍奉神。嗰位坐喺寶座上嘅，亦都要親自庇護佢哋。佢哋唔再飢餓，亦唔再乾渴，太陽同炎熱亦都唔會傷害到佢哋，因為喺寶座中央嘅羔羊要作佢哋嘅牧人，令佢哋棲息喺生命嘅泉源。神亦都要親手消除佢哋嘅悲痛。跟住我睇見企喺神面前嘅7位天使，
接受咗7個號角，佢哋預備好就要吹號啦。第一位天使一吹號角，就有冰雹同火混雜住血被投擲喺地上，於是1/3嘅大地、1/3嘅樹木以及所有嘅青草都燒掉啦。第二位天使一吹號角，有一座好似燃燒住嘅大山被投喺海洋裏，1/3嘅海洋變成血水，海中嘅生物死咗1/3，海上所有船隻嘅1/3亦毀壞咗。第三位天使一吹號角，有一顆燃燒着嘅巨星，好似火把般從天上墜落嚟，落喺1/3嘅江河同水面之上。呢個巨星名叫苦崖，於是1/3嘅水變苦啦。好多人因為飲咗呢個苦水都死咗。第四位天使一吹號角，1/3嘅太陽、1/3嘅月亮、1/3嘅星辰都受到打擊，以致1/3嘅日月星辰都失去咗光輝，1/3嘅白天同夜晚亦都冇咗光亮。我睇見有一隻老鷹喺半空中飛翔，我聽見嗰隻老鷹高聲話：慘啦，慘啦，地上嘅人都慘啦，因為仲有3位天使就要吹起號角啦。第5位天使一吹號角，我就睇見曾經從天上落到地上嘅一顆星，呢一顆星攞到咗無底坑嘅鎖匙，開啟咗無底坑，就有濃煙從坑裏冒出嚟，好似大火爐一般。太陽同天空因呢個坑所冒出嘅煙都變得昏暗，有一群蝗蟲從煙裏湧咗出嚟，落喺地上。佢哋得到咗能源，好似蠍子一樣咁刺人。佢哋領受咗命令，不可害地上嘅花草樹木或任何植物，只可傷害喺額頭上冇神嘅印記嘅人，去折磨佢哋5個月，但不可殺死佢哋。呢種痛苦就好似人被蠍子扎傷一樣。喺嗰啲日子裏，人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雖渴望死，但死亡卻躲避佢哋。第一種災禍過去啦，睇下仲有2種災禍要接踵而嚟。第6位天使一吹號角，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嘅金壇4角發出。呢個聲音對吹號嘅第6位天使話：將捆綁喺幼發拉底河嘅嗰4位天使放開。嗰4位天使就被釋放啦。佢哋早已被安排好，要喺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消滅1/3嘅人類。佢哋有2億數目嘅騎兵，呢個數字我親耳聽見。喺異象中，我所睇見嘅嗰啲馬同騎士係咁樣嘅，騎士嘅胸甲紅如火，藍如煙，黃如硫磺，馬頭像獅子頭，口中有火、煙同硫磺噴出嚟。1/3嘅人類被消滅啦。呢個馬嘅威力唔止喺佢嘅口，仲在佢嘅尾巴上。有啲尾巴像蛇，有蛇頭，用頭來傷害人。但係呢啲災難中劫後餘生嘅人仍然不肯悔改，仲係去拜鬼魔，侍奉偶像，就係嗰啲用金銀銅石頭木頭製造出嚟嘅，既唔會睇，又不能聽，更不能就嘅東西。佢哋亦唔肯悔改自己所做嘅邪惡事情，如兇殺、巫術、淫亂、偷盜等。我又看見一位天使，腳踏住海洋同大地，向天舉起右手嚟，指住嗰位創造天地海同萬物嘅永生之神，發誓話：唔再延遲啦！第7位天使吹號嘅時候，神嘅奧秘就要實現，正如神向佢嘅僕人先知所傳嘅福音。第7位天使一吹響號角，天上就大聲話：宇宙嘅大王國已經成為我哋嘅主基督嘅國啦！
佢係王，直到永遠。嗰啲坐喺神面前嘅24位長老都俯地敬拜神，話：昔在、今在的主，全能嘅神啊！我們感謝你，因你以全能開始作王啦。世界各國雖然曾經作亂騷擾，但你嘅震怒卻到嚟啦。審判死人嘅時候亦到啦。順從你嘅先知、信徒，一切敬畏你嘅人，不論男女老幼，得到賞賜嘅時候已經到啦。人們毀壞咗大地，而家你毀滅佢哋嘅時候到啦。我又睇見一座白色嘅大寶座，同坐喺上面嘅嗰一位。而家嘅天同地都從佢面前消失，唔再存在啦。我又看見所有死去嘅人，無論尊卑老幼，都站在寶座前。有幾個案卷亦展開啦。接住呢啲案卷所記錄嘅各人生前嘅行為，接受審判。海洋將其中嘅死人交咗出嚟。死亡、陰間亦交出其中嘅死人，於是每一個死去嘅人都按照佢哋過去嘅行為接受公正嘅審判。隨後，死亡同陰間都被投入火海裏。凡係名字冇記錄喺生命冊上嘅人，亦都被投入火海裏。呢個火海就係第二次嘅死亡。後嚟我睇見新天地，嗰個先前嘅天同地唔見咗，海亦消失咗。我又睇見由神嗰度自天而降嘅聖城新耶路撒冷，就好似打扮整齊等待丈夫嘅新娘咁美麗。呢個時候，我聽見巨大聲音從寶座上發出，話：睇下，神喺人間設立咗佢嘅住所，同人住埋一齊，佢哋要作神嘅子民，神要與佢哋同在，亦要親手消除佢哋嘅悲痛。嗰度再亦冇死亡，亦唔再有悲傷、哭泣同痛苦。從前嘅事都已經過去啦。坐喺寶座上嘅嗰一位就話：睇下，我將一切都更新啦。又話：你要寫低，因為呢啲話係真實可靠嘅。佢又對我話：實現啦，我係創始者，亦係終結者。我要將生命嘅泉水賜俾口渴嘅人飲，得勝嘅人都要承受呢啲福分。我要作佢哋嘅神，佢哋亦要作我嘅兒子。至於嗰啲膽怯而不敢信我嘅人，失信嘅、行為可惡嘅、殺人嘅、淫亂嘅、行邪術嘅、拜神明嘅、說謊話嘅人，佢哋嘅結局就喺燃燒住硫磺嘅火海裏。呢個就係第二次嘅死亡。有一位天使過嚟對我話：你嚟啊！我要令你睇見新娘，就係羔羊嘅妻子。聖靈支配住我，天使帶我到咗一座高山，讓我看見由神嗰度從天降下嚟嘅聖城新耶路撒冷。呢個城充滿住神嘅榮光，城嘅光輝好似珍貴嘅寶石，光潔似水晶，有高大嘅城牆，12道城門，每個城門都有一位天使把守住。嗰12道門，每一扇門都係用一顆大珍珠做成嘅。城裏嘅街道係純金嘅，好似玻璃一樣嘅透明。我冇睇見城裏有聖殿，因為主全能嘅神同羔羊就係城裏嘅聖殿。城裏亦唔需要日月嘅照明，因為神榮耀嘅光芒普照住，而羔羊就係城裏嘅光。萬民要喺呢個光輝中行走，地上嘅君王亦將佢哋嘅尊榮帶進城內。城門整天開啟，因為嗰度冇黑夜。人們要將各國嘅榮華顯赫都帶進城裏去。但係除咗名字寫喺羔羊生命冊上嘅人之外，一切不潔淨嘅、行為可惡嘅、
言行虛偽嘅人絕不能夠進入。天使又讓我睇到一條生命嘅河流，閃耀住好似水晶，從神同羔羊嘅寶座湧出嚟，通過城內大街道嘅中央。河嘅兩岸生長住結咗12種果子嘅生命樹，每月都能結出新果實嚟。樹上嘅葉子仲能醫治萬民，一切可詛咒嘅事物再都冇啦。神同羔羊嘅寶座喺城裏，佢嘅僕人都要敬拜佢，亦要朝見佢。佢嘅名字亦印喺佢哋嘅額頭上，再都冇黑夜，亦唔需要燈光或日光，因為主神就係光照住佢哋，佢哋要作王統治一切，直到永遠。天使對我話，呢啲話係真實可靠嘅。嗰個賜聖靈俾先知們嘅主，神差遣佢嘅使者，將嗰啲快要發生嘅事指示俾佢嘅僕人們。睇下，我快要嚟啦！聽從遵守呢個書上預言嘅人係有福嘅。以上都係我約翰親眼見到同親耳聽到嘅事。我聽見看見之後，就俯跪喺指示我呢啲事嘅天使腳前，想要敬拜佢。佢就對我話：千萬不可！我同你以及你嘅弟兄姊妹，就係先知同所有信從呢個書上記載嘅人，都同樣係神嘅僕人。你只需敬拜神。佢又對我話：唔可以將呢個書上嘅預言封閉起嚟，因為呢一切事情實現嘅時候已經嚟臨啦。讓作惡嘅繼續去作惡，污穢嘅更加污穢；讓正直嘅繼續行義，聖潔嘅更加聖潔。睇下，我快要嚟啦！我要帶住報上嚟，按照每一個人嘅行為賞罰分明。我係最先嘅，亦係最後嘅；我係創始嘅，亦係終結嘅。嗰啲洗淨自己衣裳嘅人係有福嘅，佢哋可以從城外進入城內，亦有權嚟到生命樹嗰度。但係嗰啲豬狗不如嘅、行邪術嘅、淫亂嘅、殺人嘅、拜偶像嘅，以及所有言行虛偽嘅人，都要被拒絕喺城外。我耶穌差遣天使，為每一個信徒傳達呢啲事。我係大衛家族嘅後裔，又係佢嘅根。我就係嗰顆黎明前嘅晨星。聖靈同信徒們都話：請來吧。聽從嘅人們亦都話：請來吧。凡係渴慕嘅人，來吧；凡係願意嘅人都來，自由享用賜予嘅生命之水吧。我警告所有睇到或者聽見呢個書上預言嘅人，如果有人喺呢啲話上加添啲乜嘢，神要將呢個書上所寫嘅災禍加俾佢；如果有人從呢個書上嘅預言裏面刪掉啲乜嘢，神要將佢除名，使佢不能分享呢個書上所記載嘅生命樹同聖城嘅各種恩典。保證呢一切事實嘅嗰一位話：確實嘅，我快要嚟啦。願主耶穌啊，期望你快來。願主耶穌嘅恩惠常與眾信徒同在。阿門。